今年3月，香港嘅現場娛樂氣氛將再度升溫，國際知名 DJ Dom Dolla 即將首度喺香港登台演出，令樂迷引頸以待。近年香港成為大型盛事嘅熱門城市，好多活動已經唔再只係單一項目，而係結合體育、音樂、美食同生活文化，營造出熱鬧嘅嘉年華式體驗。其中今季最受關注嘅活動之一，就係 Live Golf Hong Kong， 而今年嘅規模同陣容更加升級。活動將於粉嶺嘅香港高爾夫球會舉行，一連4日帶來世界級高爾夫球賽事，同時亦有本地同國際 DJ 現場表演、特色街頭美食、飲品攤位，以及適合一家大細嘅活動。呢個唔只係一個體育比賽，而係一個全方位嘅大型節日體驗。每年活動嘅焦點之一，必定係星期六晚嘅音樂會，邀請國際級音樂人為賽事助陣。嚟到2026年，主角就係 Dom Dolla， 佢將會喺呢個舞台上帶來自己嘅香港首次現場演出。過去1年，Dom Dolla 成績斐然，先後喺紐約麥迪遜廣場花園同倫敦 Alexandra Palace 舉行爆滿演出，亦曾擔任 Lollapalooza 音樂節主舞台表演嘉賓，令佢成為現今電子音樂界最炙手可熱嘅名字之一。佢近期推出嘅作品，包括同 Dyer 合作嘅 Treatment， 以及為 F1 電影原聲帶製作，同 Nathan Nicholson 合作嘅 No Room for a Saint， 都進一步推高佢嘅人氣。今年3月，香港樂迷終於可以喺 Live Golf Hong Kong 現場，親身感受 Dom Dolla 標誌性嘅 House 同舞曲節奏。音樂會門票已經包含喺星期六嘅賽事門票之內，只要購買第3回合門票，觀眾就可以一邊欣賞高爾夫球賽事，一邊投入 Dom Dolla 嘅高能量演出。Dom Dolla 將於3月7日晚上6時，喺粉嶺香港高爾夫球會登台演出。門票現正於 Live Golf 官方網站發售中。